小朋友睡前故事。Hello， 各位小夢想家，歡迎嚟到小朋友睡前故事。我哋就快開始今晚嘅故事啦。不過開始之前，記住 follow 同撳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任何故事啦。你哋嘅支持好重要㗎。如果鍾意呢個節目，就俾我哋5粒星星啦。同時，你仲可以 follow 我哋嘅小紅書小朋友睡前故事。今晚嘅故事係關於滿足感㗎。快啲攬住你最鍾意嘅公仔，等我把聲帶你進入夢想成真嘅世界。你準備好去冒險未啊？豎起耳仔，放鬆啲，我哋開始啦！你做得到。係一個陽光燦爛嘅星期六朝早，阿巴羅嘅爸爸媽媽覺得係時候讓個仔開始學做大個仔做嘅嘢啦。於是佢哋安排咗一連串有趣嘅挑戰，等小朋友可以一步步學識自己搞掂。阿巴羅，不如今日你試下自己整早餐。爸爸笑眯眯咁提議。5歲嘅阿巴羅擔住個心口，望望個奶盒，又望返爸爸，面懵懵咁問：但係爸爸，萬一我倒瀉晒啲嘢點算啊？咁咪抹乾淨再嚟過咯。爸爸單咗下眼，輕鬆咁答。個細路有啲擔心咁拎起個奶盒，佢好小心咁倒，但係個杯就快滿嗰陣，手忙腳亂咁打瀉咗成櫃都係奶。哎呀，對唔住啊，爸爸，我早就話咗自己唔得噶啦。阿巴羅有啲嬲自己咁講。睇嚟你今朝個早餐係要飲櫃面味嘅牛奶咯。爸爸一邊講笑，一邊拎咗條抹布俾阿巴羅抹乾淨啲倒瀉嘅奶。嚟啦，再試過，你做得到嘅。爸爸咁鼓勵佢。最後個杯斟到半滿，阿巴羅塊面充滿住勝利嘅滿足笑容。我做到啦，爸爸，原來都唔係咁難啫，只要小心啲就得啦。爸爸睇住呢位小小大贏家，享受住佢杯美味牛奶，會心微笑。第二日，媽媽提出咗第2個挑戰，要佢自己揀衫着。阿巴羅，不如你今日揀今日返學着啲衫。媽媽一邊講，一邊打開個衣櫃。萬一我揀咗啲好怪嘅衫，全班笑我點算啊？阿巴羅有啲擔心咁問。阿巴羅，無論你揀咩都實好睇嘅，同埋着衫加啲趣味同瘋狂，幾時變過壞事呢？嚟啦，媽媽包你搞得掂。佢媽媽咁鼓勵講。阿巴羅好戲劇化咁嘆咗啖氣，開始喺衣櫃揀衫。首先拎咗件超級英雄 T 恤，跟手解條迷彩短褲，最後仲揾到2隻唔同顏色嘅襪。媽媽你睇，我似唔似森林超人定唔知係乜？梗係全世界最勇敢嗰個啦！媽媽笑到咔咔聲，幫阿巴羅將件着到亂晒龍嘅 T 恤整理翻正。自己着衫都幾着數噶喎，係咪先？阿巴羅照住塊鏡，睇住自己套得意又出位嘅造型，再一次為自己獨立完成嘅任務感到非常滿意。嗰朝返學食晏時間，阿巴羅遇到佢下一個挑戰。佢拎出杯酸奶，用盡全力扭開隻蓋，個蓋冚得好實，佢用到塊面都通紅。我唔得噶，佢細聲講，
跟住佢見到杯底黐住媽媽寫張字條，你實得㗎，君君。受到鼓舞，阿伯羅出盡飲奶力再擰多次，隨住砰一聲清脆響聲，終於成功擰開。我開到啦！佢興奮大叫，一邊食住杯美味嘅酸奶，個心充滿自豪同滿足感。嗰晚玩咗成晚，阿伯羅爸爸媽媽又出新挑戰。阿伯羅，不如今晚你自己準備瞓覺，要自己沖涼、着睡衣、執聽朝啲衫。媽媽眨下眼，笑笑口話：我一個人搞掂咁多樣嘢。阿伯羅對眼瞪到好似兩盞車頭燈咁大。梗係，我同你賭，你實搞得掂㗎。爸爸拎住部手機計時器，睇下你快唔快得過個鬧鐘先。阿伯羅俾呢個遊戲引得勁過癮，頭耷耷就衝入廁所。首先由沖涼開始，佢擰開水龍頭校水溫，直到蒸汽開始充滿成個浴室，好似企咗喺暖粒粒嘅雲上面咁。佢自言自語，但係唔記得拉埋個浴簾，搞到成地都係水。弊啦，搞出個大頭髮。佢一邊嗌，一邊手忙腳亂，想攔住啲水。最後佢沖完涼，用毛巾攬住自己，望住成地濕晒嘅地下，嘆咗啖氣。算啦，至少個地下而家乾淨晒。佢一邊講，一邊拎多咗條毛巾抹乾個地。跟住佢開始着睡衣，不過着反轉咗。阿伯羅自己笑咗出聲，同自己講：今晚我瞓反轉世界。跟住就將件睡衣調翻轉着好。之後佢執好聽日要着嘅衫。如果琴日我係森林超人，聽日我要做去非洲探險嘅太空人。佢大聲宣布，揀咗件星星圖案 T 恤同動物印花褲。佢對自己嘅選擇好滿意，執好聽日嘅衫就衝去客廳。爸爸媽媽正喺度等緊佢。我全部搞掂啦，個鬧鐘都未響。佢勝利宣告，打個側手翻先喺沙發度坐低。真係犀利啊，冠軍仔！媽媽講完，俾咗個暖粒粒又自豪嘅擁抱俾佢。不過而家係時候上床瞓覺覺豬啦。爸爸跟住補充。嗰晚佢下一個挑戰係要成晚喺自己張床度瞓到天光，唔可以半夜夜行去爸爸媽媽張度。媽媽，我唔得噶，床底下嘅怪獸會食咗我噶。阿伯羅攬實隻毛公仔講：咁我哋用呢樣啦。媽媽拎出支細樽，標籤寫住怪獸驅散噴霧，沿住張床噴咗個圈。而家啲怪獸想搞事都要諗過先啦。阿伯羅攞實支電筒，同樽防怪獸噴霧做裝備，爬入被窩，一家人一齊讀咗個睡前故事。爸爸媽媽錫咗啖，講晚安之後，佢就好安心咁瞓着咗啦。朝早起身，佢成個人開心到發光。爸爸媽媽，我成晚都係自己瞓噶。佢大聲宣布，對自己充滿晒自豪。一家人坐低喺度食早餐。阿伯羅諗翻呢幾日克服嘅挑戰，忍唔住覺得自己大個仔啦。爸爸媽媽，你哋知唔知？我覺得而家好多事都可以自己搞掂，好似連身高都高咗添。阿伯羅點住佢隻腳尖講：我哋一直都知你做得到㗎，乖仔。如果幾時需要幫手，開聲就得啦。爸爸望住個仔，每日一步步克服新挑戰，感動咁講：就係咁啦，各位小夢想家，
阿巴羅學識咗自己處理事情，需要嗰陣亦識得揾人幫手。佢嘅心充滿咗自豪，同埋好大好大嘅滿足感。乜嘢係滿足感？滿足感就係我哋靠自己完成一件事之後，心裏面嗰種暖粒粒開心嘅感覺。例如，你記唔記得自己第一次着衫成功，或者砌完咗個好難嘅拼圖嗰陣嘅心情？呢種就係滿足感啦。學識自己做嘢好緊要，雖然開頭未必次次都成功，出錯其實冇問題，因為係學習新事情嘅必經階段。每次失誤都係為咗下次做得更好，所以等我哋繼續嘗試，享受呢種美滿嘅滿足感啦。好啦，各位小夢想家，今晚小朋友睡前故事就到呢度啦。希望你哋中意呢個奇妙旅程，而家可以放鬆心情，準備發個開心冒險夢啦。早唞啦，細路哥，我哋下個故事再見，甜夢啊！